大家好啊！今日啦，好開心同大家分享一隻寶璣 Type 20。寶璣咧，俾人嘅印象就係優雅嘅三針正裝錶、陀飛輪，但係一講到計時碼錶，你又會諗起邊一隻呢？係勞力士嘅地通拿定係 Omega 嘅 Speedmaster？而軍錶呢？飛行錶你又會諗起 IWC 定係 Breitling 呢？如果你係一個軍錶嘅愛好者啊，你一定聽過寶璣嘅 Type 20系列㗎。點解代表住高級製錶嘅寶璣會做出一隻咁熱血嘅飛行員計時碼錶呢？而我手上面呢一隻又有咩特別呢？大家都知道寶璣嘅歷史好悠久嘅。寶璣大師喺1775年喺法國創立，而喺20世紀初，佢嘅後人亦都係著名嘅航空工程師嚟嘅。喺1907年就開始開發早期嘅直升機原型。佢喺1911年亦都創立咗寶璣航空公司，生產飛機，設計咗好多傳奇嘅飛機嘅。之後佢又創立咗一間以郵政貨運為業務嘅航空公司，買自己生產嘅飛機去做貨運，又向生產鐘錶嘅寶璣大量咁訂購飛機駕駛艙嘅計時儀器。去到一戰、二戰期間甚至為法國嘅軍隊提供戰機。所以 Type 20系列其實係寶璣鐘錶同工藝、航空歷史緊密結合嘅一個經典產物。喺二次大戰之後法國國防部需要一款專為飛行員設計嘅專業計時碼錶，必須要有flyback 嘅功能嘅。對於精準度動力嘅儲備等等都有一定嘅要求。呢個軍用嘅規格代號就係傳奇嘅 Type 20啦。去到1950年代，寶璣為法國軍方生產 Type 20軍規版，主要供應法國嘅空軍同埋法國嘅海軍航空兵。喺規格上面兩者係有些微分別嘅。最主要就係3點鐘呢個分鐘嘅計時盤。空軍版多數會採用30分鐘嘅計時盤嘅，而海軍航空兵就傾向用15分鐘嘅計時盤，對應翻喺軍艦上面出發前15分鐘最後檢查準備嘅時間。其後寶璣推出咗可以俾大眾購買嘅民用版，以資識別佢就用羅馬數字 XX 為標款命名，就變成咗 Type XX， 亦都即係 Type 20，保留咗軍規版嘅核心功能同埋航空嘅精神。去到1990年代，寶璣正式復刻呢個經典嘅系列，就係我哋依家見到嘅3800系列。其中3800被命名為 Aéronaval， 明確向法國海軍航空兵致敬，係民用復刻版入邊最有海軍航空兵味道嘅型號嚟嘅。而我手上邊呢隻3807就係3800系列入邊日本市場嘅限量特別版，大約喺1998年左右推出啦，限量大概1000隻，咁就冇獨立編號嘅，主要針對日本收藏家嘅市場咯。同3800最大嘅分別就係佢採用咗一隻電光藍色嘅錶盤啦，同埋 Type 20復刻系列入邊第一隻採用咗透底嘅設計，可以直接欣賞到個機芯嘅。普通版嘅3800係黑面減少反光，極具呢個軍標感。
但係307啦，換上咗極致美麗嘅一種電光藍色。喺室內啦，佢會顯出一種好深邃、好似深海咁嘅顏色。咁一走到陽光下邊咧，佢會折射出極具層次嘅電光藍。如果喺夕陽下邊咧，又會呈現出醉人嘅紫色。咁再用紫外光燈照一照，我試下熄咗眼燈先。錶面呢會變成一種酒紅色，所以話啦，喺唔同嘅光線下邊呢，個錶盤可以話係千變萬化。傳統嘅軍用 Type 20啦，為咗防水同防磁啦，全部都係會用物體嘅設計。但係307啦，作為特別版，當時寶璣罕有咁樣啦，將佢換上咗藍寶石水晶透底。你可以一覽無遺咁欣賞到入邊 Calibre 502自動上鏈非反計時機芯。咁佢係 base on Lamania 嘅機芯啦，加上咗 Flyback 非反嘅功能。咁其實講到底都唔係一隻太過高級嘅機芯，因為佢冇倒柱輪啦，亦都唔係垂直離合咯。咁可以睇一睇佢操作時候嘅樣啦。呢個龜靈啦 ，Flyback。而我手上面呢隻啦，係一隻 T 面嚟㗎，係用 Tritium 夜光物料。咁隨住時間夠過去啦，接近30年啦，呢啲夜光已經開始老化啦，呈現出一種好迷人、好溫暖嘅奶油黃色，黃得好均勻㗎。咁佢呢隻黃啦，就只係 index 啦同埋指針，數字咧就係銀灰色嘅本身。錶殼直徑啦39mm，厚度啦14.8mm。除咗錶面啦，寶璣嘅錶殼工藝啦，亦都係無可挑剔啦。雖然佢係一隻軍用嘅飛行錶啦，但係錶殼側面啦，仍然保留咗寶璣最標誌性嘅錢幣紋啦。呢一種將正裝錶嘅高貴啦，融入喺軍錶嘅做法，全天下啦就只有寶璣做得咁和諧。佢冇日期槍嘅設計啦，保持返復古飛行錶嘅乾淨嘅對稱嘅感覺。另外啦，好多人買 Type 20啦，會揀皮帶，而我啦就一定大力推薦你依家睇到嘅呢條原裝不鏽鋼連體式嘅鋼帶啦。呢條鋼帶嘅打磨啦，好靚啦。咁呢隻特別版啦，佢就全拋光嘅打磨啦。咁當你扣埋咗呢個摺疊扣之後啦，成條帶融為一體，完全冇突兀嘅扣位嘅喎，流線感極強。而且佢仲非常之貼手，
重量嘅分佈啦，好平衡，好平均。上手嗰種高級感同埋舒適嘅程度啦，完全唔輸俾一啲一線頂級嘅鋼簧啊！早幾年前啦，我有睇過 Terry Sir，佢手上面揸住一隻3800嘅 Type 20啦。咁我相信啦，香港人如果鍾意睇錶玩錶嘅，都會睇過 Terry Sir 啲片。咁我幾鍾意聽佢介紹腕錶嘅，同埋有陣時分享佢生意嘅經驗啊、人生嘅哲理啊。咁佢有佢一個好獨特嘅風格嘅，我好喜歡。咁當時啦，佢揸住隻3800啦，介紹緊點樣原來咧呢隻 Laminia 嘅機芯啦，有一個特別嘅，係咪叫功能呢？我諗又唔應該叫做功能，可能係一種特色啦。咁就係啦，如果你將個把的拉開咗，咁去到校時間嘅模式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你撳 start 開始計時，繼續調校時間嘅話啦，呢個3點鐘位置嘅分鐘計時盤啦，啲指針係會跟住一齊轉嘅喎。咁呢一個啦就係呢隻 Laminia 機芯嘅特色啦。咁可以撳歸零試下，撳支計時分針啦，會一齊歸零嘅，係咪好特別啊？總結嚟講啊，寶璣 Type 20嘅呢隻3807係一隻集深厚歷史、航空基因、實用功能同埋優雅外觀於一身嘅經典飛行計時錶。作為日本市場嘅限量版啦，同埋向法國海軍航空兵致敬嘅型號啦，佢有自己獨特嘅魅力同埋收藏嘅價值啊！咁無論鍾意飛行錶嘅歷史，定係追求有故事嘅優質機械錶，呢隻都係非常值得欣賞嘅。多謝大家睇到最後喎。而你心目中嘅飛行錶、計時錶、軍錶又會係邊隻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大家分享啊！咁記住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我哋下條片繼續分享手錶啊！再見。